呢兩日南京博物院藏畫疑案一直都掛喺熱搜。話說1959年，收藏家彭先生捐咗137幅全家之寶俾南京博物館，其中有幾幅咧就俾南博鑑定為高仿超 A， 尤其係江南春啊，從 VIP 展廳跌落神壇，去到廁所擋抽風口，最後仲要嚴壓頂。用官方嘅說話嚟形容咧，就係妥善處理咗。一轉眼就到咗2025年，當年俾人送走嘅青銅，而家王者歸來。以真跡嘅身份出現喺拍賣市場，股價高達8800萬。斌哥話呢一個職業生涯簡直就係從體制內俾人優化，下海之後直接成為行業首富咯。斌哥話難怪周星馳收藏住皇帝嗰條龍底環一直都冇捐出去啦，聞一聞啊好精神，索一索個舒筋活絡。我早上傳落嚟一幅竹枝山畫嘅神鳥鳳凰圖，都唔捨得捐出去，只能夠自己日常欣賞啊。我都想去南博買翻幾件幾千蚊嘅假貨啊。阿禪話呢件事咧本來係滴水不漏嘅，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彭家仲有後人咬住唔放。畢竟捐畫唔係捐精啊，捐出去嘅話唔等於潑出去嘅水。幫律師說法，對於呢一種公益捐贈咧，包含公益展示研究嘅公益義務。南博如果攞唔出擅自處置嘅依據，違反咗接受贈與嘅核心義務，咁繼承人確實有權撤銷贈與㗎。我覺得咧，對於捐贈家族後人嘅執着追問，係對先人義舉最好嘅致敬，守護咗文化傳承。畢竟捐贈者彭來臣唔係普通人，佢係全世界最大嘅中國古書畫收藏家之一。佢寫嘅書係作為中國鑑定古書畫嘅參考，自己本身就係一個鑑寶專家。南博你係衰嘅，話人哋收藏大師送俾你嘅嘢係流嘅，人哋捐贈嘅時候就爭寫埋解一賠十上去噶啦，得坤哥啊先會攞嗰啲幾百蚊嘅 Chanel 去溝女嘅啫，傷害性唔大，但侮辱性極強咯。今次事件引發公眾對於系統之謎嘅思考，一幅畫作從真跡到贋品再到天價拍賣嘅羅生門式奇幻漂流，到底係乜水啊？俾咗佢第二次藝術生命呢？呢一個故事恐怕比畫本身仲值錢。究竟係偶爾嘅鑑寶失誤啊，還是係暴露咗某個環節嘅管理黑洞呢？根據老闆嘅博物館管理辦法，即使係處理所謂假畫，呢一個妥善處理又唔係妥善呢？過程又係咪合規公開，完成老法規定嘅上報流程呢？我都係循例問下嘅啫。我知道你補緊嘅啦。聽講好多網友要預判南博馬上要失火，傻啦！當年處理嗰班人都死得七七八八嘅啦。畢竟死人先係最守口如瓶嘅證人啊嘛。閻王都讚呢個臨時工掂啊！